Hello，四馬球仔嚟到 D40嘅呢一度嘅第8版啦。功課嘅重溫啊。朝舊喺功課重溫入面咧，其實重點就唔在於你個答案啱定錯，而係你要知道自己唔錯啲乜嘢。咁轉頭咧，我會將啲題目咧去歸翻類咧去同你講嘅。OK， 咁你就記得自己錯啲咩咧，就溫翻熟佢啦。OK， 就係咁樣玩法啫。咁我先睇咗第一條先咯噃。3%係一個最簡嘅真分數，問你邊個可能係深啦。OK， 好啦，首先圈翻低啲字眼先。第一件事佢係最簡，第二句嘅真分數。喂，什麼叫做真分數啊？阿仔咧要細過阿媽嘅 ，OK， 好合理噶嘛，真事嚟噶嘛。阿仔要細過阿媽嘅，咁所以一嚟咧已經可以排除咗 C 同埋 D 兩個可能性啦。OK， 因為如果係8，咁我咪同阿媽一樣咯，咁冇可能噶嘛。OK， 好啦，咁然後接下嚟啦，我哋睇翻 A 同埋 B 啦噃。而家咧我要最簡啦。咁如果擺2落去嘅時候咧，2同8其實可以約份嘅嘛，係咪？2%可以約嘅嘛，所以咧2就冇可能啦。換句話講咧，呢度得 B 和波一個可能性啫，咁所以咧答案就會呢個啦。好，接埋你嚟跳一跳去第6條呢度啦。溫完呢個真分數咧，係溫一溫個大分數嘅概念啦。記住大分數咧必須係由整數同埋真分數組成嘅。OK， 佢係整數同埋真分數去組成嘅，呢個要記咗先。咁所以而家可以砌到幾多個唔同嘅大分數咧？如果2行先嘅話咧，我可以砌9/3，一定係真分數啦。3行先嘅話咧，砌9/2；9行先嘅話咧，砌3/2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呢度會有3個嘅可能性，就會係咁樣啦噃。好，繼續去到下一條咧，嚟望一望呢個第11條嘅呢個位置啦。好，而家呢一個乜嘢咧？係一個最簡嘅真分數，咁就問你啦，呢一嚿嘢最細會係幾多咧？咁樣。好啦，由於而家佢係一個真分數咧，所以呢一個嘅分子咧係必須要細過個分母嘅。OK， 個分子咧要細過阿媽嘅。好啦，既然我要細過佢嘅話，倒翻轉講咧，即係阿媽要大過個仔啦。OK， 咁85就唔得噶啦，最少咧都應該要係86，得唔得 ？OK， 就係咁樣啫。咁呢個咧就係考你個真分數嘅概念啦。OK， 好啦，然後咧我哋翻返第2條嗰度咯。第2條咧就係去表示翻呢啲圖啦。記住逢親呢啲去睇圖嘅題目咧，首先最核心嘅概念咧就係必須我哋要係等分嘅。再嚟啦，睇翻題目嘅要求，佢需要嘅咧係假分數。假分數係難嘅，我哋先用大分數嚟表示咗呢一度先。而家呢度我哋為完整啦，咁呢度我哋為1啦。接下嚟咧隔離唔係等分嚟嘅，我哋切多格先，所以會咧1又5/3先。好啦，然後而家咧，我哋要將佢轉翻做假分數啦。咁點轉咧？記住分母咧，永遠寫咗先。接下嚟咧，其實係兩個乘埋加翻佢。OK， 一個 T 字咁樣啫，乘埋加翻佢得唔得？一個打斜嘅 T 字乘埋加翻佢，所以會係5×1就係5啦，加翻3，所以會係8，得出8/5咯噃。好，再跳一跳落去咧，我哋望一望個第7條先。都係咁做啫。首先分母抄咗先啦，然後乘埋加埋。OK， 5×7 35，然後加4就會係39。去到第12條咧，就係一個難少少啦，考你係咪真係明白個概念啦？照舊其實而家都係將大分數轉緊做假分數啫嘛，不過今次會難少少咯，係咪啊 ？OK， 照舊正常嚟講咧，分母會寫咗先嘅，咁我寫喺呢度啦，今次好啦，然後咧又係乘埋加翻佢，好啦，7×2就14啦，14加乜嘢會係19咧？應該你會知道呢個係5嚟嘅 ，OK， 所以咧。呢一度其實就應該會係5啦。留意翻，今次淨係問 A 啫，所以答5就 OK 啦。佢唔係真係想你轉晒成個嘅假分數，咁呢個咧要小心嘅。好，接下嚟咧翻去第3條嗰度咯。好啦，咁至於轉大分數咧，我哋學過2個方法啦。記住第一個方法咧就係講緊我哋不斷去咗一個嘅減法啦。OK， 不斷係分子減分母，整數加1啦，係咪？分子減分母，整數加1啦。然後不斷咁減，其實亦真係除啊嘛，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個分子除分母，其實都 OK。所以有2個嘅方法嘅，我2個方法都會試一次俾你睇嘅。好，首先我哋做一個分子減分母先啦。好，第一步啦，分子減分母啦，呢度12啦，40減12會係28嘅，同一時間整數加1，仲有得減嘅就再減啦。28減11會係16，同一時間整數加1，仲有得減嘅就再減啦。呢度係12，4 3又12/4，然後約分啦。OK， 咁約咗佢之後咧，會係3又1/3啦。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嘅做法啦，不斷減啦，然後整數加1。好啦，另一個做法就係我哋可以直接去除噶，40去除12啦，3乘12係36咧，餘數係4。咁你見到啦，首先分母照抄翻先啦，為12。
呢一度咧係剩咗嘅嘢嘛，剩咗嘅減剩嘢咧永遠擺翻喺上面嘅，咁所以呢度會擺喺上面啦。呢度係代表減咗幾多次嘛，除法嘅答案即係我有幾多個佢啊嘛，咁所以呢度為3，3係12/4，其實一樣計到個答案，得唔得？咁兩個方法都 OK。好啦，去到第8條咧，其實都係咁做啦。咁呢度咧就做快少少啦，我哋做翻個分子除分母啦，好冇？嚇，23我哋寫翻過去啦。好啦，然後55除23。呢度應該會係擺2啦，46啦，然後呢度為9啦，所以答案咧會有23/9啦噃。好，去到下一條啦。嗱，呢一度咧亦都係一個學校好中意考嘅題型嚟嘅，其實都係轉緊假份數嘅概念啫。記住轉緊大份數嘅概念嚇。記住有時候咧，我轉大份數咧有機會出到整數嘅，呢個要知道先。同一時間咧，你要記得一個份數線咧其實係除嘅意思，所以今日咧我哋寫成一條式㗎，乜嘢除11？等於11咧，大除細等於細。我哋揾翻大嘅嘢咧，其實即係將佢哋乘翻埋一齊嘛。OK， 大除細啊嘛，大除細等於細嘛。揾大嘅嘢係將佢哋乘埋，所以我哋只要透過11乘11咧，會得出答案121就 OK 啦。好，然後去到第4條啦，呢係一個亢奮約份嘅問題啦噃。嗱，記住亢奮約份即係一齊搭飛機啦，同阿媽一齊去一齊翻 ，OK， 兩個一齊乘一齊除，同一時間搭同一架飛機。好啦，而家4變56，7都要變啦。首先佢變緊乘啦，下邊都係乘。你就諗一諗啊，4變56係搭緊幾多號嘅飛機咧？應該會係14號嘅機，下邊咧都係14號。咁你咪照計數咯，7乘14，我應該會得出98。好啦，跳一跳去第9條啦，都係亢奮約份嘅題目咯。不過今次就當然係變細啦，呢度做除，下邊做除啦。呢度會係除緊12，所以下邊都會除12，所以咧下邊會係4咯噃。好，去到最難咧就係呢一條啦。而家你會見到咧32變12係除啦，係咪？但係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咧，就係佢變唔到嘅。咁點算咧？嗱，記住逢親你發現變唔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將佢變咗做最簡份數先。好啦，24、32，我哋做短除或者除開佢啦。OK， 呢度可以擺8嘅，8、3、24、8、4、32，所以呢度咧其實會係3/4，得唔得？我哋會用3/4嚟諗，得唔得？講多次啦，逢親亢奮約份變唔到嘅時候咧，用最簡份數去諗就 OK 啦。呢度4變12。應該會係乘，下邊乘，上面乘，同一時間4乘3，上面3乘3，所以會得出9咯噃。好，睇埋第5款嘅題目啦。嗱，佔幾分之幾嘅題目咧，亦都記得同我做翻好啲動作啦，一定要做。逢親見到佔幾分之幾嘅時候咧，圈低個佔字啦，然後俾翻兩個數啦。筆咧呢度就有1、2、3、4，有4支筆。文具咧就會有1件、2件、3件、4件、5件、6件、7件、8件，所以咧我哋會得出4%啦。但係記住，去到4年班嘅時候咧，我哋係需要約份，所以答案咧會1/2。好，第10條都係啦，動作做好啦，圈低個佔字啦，亦都係逐 part 寫翻啦。嗱，亦都記住呢度要等份啊嘛，所以我哋將佢割翻開佢先。你會見到咧有顏色嘅為3啦，全部會係9啦，所以9/3。但係咧呢度仲有一個答案嘅，9/3係可以變翻做1/3嘅，所以 boy 咧亦都係一個答案嚟嘅，得唔得？兩個係等值份數嚟嘅，咁所以兩個都應該要揀。去埋個第15條啦，其實都係咁做啫，亦都係圈翻一個佔啦，俾翻兩個數，亦都係而家咧要等份。你見到呢一度咧零舍細嘅，咁所以全部咧切翻開做3個形仔先。咁所以總共咧會有10份啦。而有顏色嘅為1、2、3、4、5份啦，會係5/10，約完之後咧會係1/2，就會係咁做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度咧你就要留意翻啦。究竟會唔會轉換有問題啊？會唔會係亢奮約份有問題啊？會唔會係嗰啲佔幾分之幾有問題咧？就做多少少個練習啦噃。OK， 就係咁啦。